雞嘅疾病咧可以由3種唔同嘅病源引起。第一類咧就係病毒，第二類咧就細菌，第三類就寄生蟲。咁而常見嘅由病毒引起嘅疾病咧，就係呼吸道嘅疾病多，譬如新城啊、慢性後頭炎啊、氣管炎啊、感染性禽流感。咁而由細菌引起多數係腸道性嘅問題啦，譬如霍亂啊、大腸桿菌感染啊、呢個巴氏桿菌引起嘅。咁第三類咧就由呢個寄生蟲引起啦，有蠕蟲啦，有腸道嘅寄生蟲啦，有皮膚嘅寄生蟲咁。而第一類嘅由病毒引起嘅疾病咧，有啲疾病都可以用疫苗可以防禦到嘅。咁但係有啲病咧暫時都未有疫苗可以防禦到。而呢個細菌性引起嘅，當然我哋常都想用抗生素或者係藥物。咁但係亦都而家開始出現呢個有抗藥性嘅問題啦。我先講下應該要發病先。其實嚟講，日常嚟講，我哋都會接觸到呢啲嘅病毒呢個細菌咁，但係未必會發病喎，因為咧我身體可以產生到啲抗體，咁樣就能夠預防到呢啲疾病嘅。咁點解出現疾病咧？因為所有環境因素咧，就譬如呢個影液啦，點解可以做影液嘅咧？就係擠迫啦，空氣流都唔好啦，空氣裏邊嘅含嘅有毒嘅氣質，譬如氨氣二氧化碳高啦，咁呢啲嘅因素咧，都會令到身體嘅免疫下降，就會令到我哋發病啦。禽流感呢個病嚟講咧，就係真係如果係感染咗咧，就必死無疑嘅，因為佢死得好快嘅。今日感染咧，聽日就死㗎啦。咁就但係03年嗰陣時間嗰啲雞我哋係未有打疫苗嘅。但係就可以睇到我改咗，即係嗰個屋舍改咗又好通風嘅話，嗰啲雞都唔會有感染到。咁所以證明嚟講咧，人嘅體或者人好，或者動物嘅嘅抵抗力咧，其實係有機會可以能夠對抗到嘅。咁我亦都講翻個農場嚟講咧，就長期都受一種疾病所困擾嘅。呢種疾病叫金保羅。呢個咧就係一個等於人嘅愛滋病。不過就我叫佢雞愛滋病，因為呢種病咧毒咧係破壞咗新嘅免疫系統嘅，咁令到冇咗呢個免疫能力咧，咁就可以感染其他疾病咧，都唔掂噶啦。等於人感染呢個愛滋病唔會死，但係如果佢感染咗第二種疾病咧，就算傷風感冒都好咧，都好快死，因為佢就冇咗抵抗能力，所以變咗就算其他唔會好大嘅殺傷力，都嗰時間都會令到佢死亡嘅。如果由病毒引起疾病咧，如果係發病之後咧，基本上係冇藥可醫嘅。咁但係有一種疾病咧就比較特殊啲嘅，咁就係如果發現到感染咗病之後，即刻用疫苗呢個注射落去咧，其實都可以能夠控制到嘅。一般嚟講，由病毒引起疾病其實都係停死。咁但係咧又唔係全部可以死晒嘅喎，除咗禽流感之外，好多嚟講咧都係可能死得7-8成咁，但就其他啲唔會死嘅。咁但係呢啲咧就基本上可以產生到抗體，能夠保到佢，能夠生存得到。咁當然亦都有少少後遺症啦。咁但係由細菌引起嘅疾病咧，咁一般嚟講，我哋都話可以用藥物或者抗生素啦。咁但係亦都而家面對嘅問題，有啲就係因為產生抗藥性啦。即係嗰啲藥物你都唔能夠控制到呢啲，因為佢變咗種，或者有啲細菌嘅病咧，亦都係冇藥可以控制到嘅。咁所以嚟講咧，亦都係最終都係靠身體產生嘅個抗體或者係個免疫力先能夠控制到呢啲病毒。喺03年嘅時間咧，政府就喺荷蘭引入一隻疫苗咧，可以對抗禽流感嘅呢種病毒嘅。咁亦都姚處亦都做過啲實驗咧，就係雞打咗呢疫苗之後，然後再
用禽流感嘅病毒去攻毒咧，係可以有保護到啲雞唔會就死。咁啊，所以咧03年之後咧，就政府就規定我哋要嗰啲雞要打呢個疫苗。咁但係咧有個措施嚟講咧，就佢亦都規定咧一群裏邊要保留嘅隻咧就唔打。咁呢啲佢哋叫哨兵雞。咁點解要咁做呢個措施咧？咁因為咧佢攞嚟觀察個雞場有冇受到禽流感呢個病毒嘅侵襲嘅。如果係嗰啲雞有打疫苗嘅，當然有保護啦。咁但係冇打疫苗嗰啲咧，就可能冇保護咧，咁就會有死亡啦。咁所以佢睇下每一批呢啲嘅哨兵雞有冇死亡啦。如果有死亡又驗咗，如果呢雞受到禽流感嘅感染嘅話咧，咁即係證明咗呢個場亦都有禽流感呢個病毒嘅存在。咁嗰個時間嚟講咧，全場嘅雞都要殺㗎啦。咁但係究竟點樣能夠令到啲雞能夠健康啲咧？咁所以我就分析之後覺得咧，就係通風係好重要，因為夏天天氣熱嗰時候，我哋就開晒窗啊，加埋風扇啊咁樣，令到空氣流通好，所以就好似冇乜疾病。但係到冬天點解咁多疾病咧？因為就驚住啲雞冷到咧，周圍封住佢啦咁樣。咁但係咁變咗屋裏邊嘅空氣流通唔好咧，咁呢啲病毒啊病原咧就好容易積聚喺度，就令到嗰啲雞能夠容易受到感染發病。故此嚟講咧，我拆咗屋之後再起咧，我就做一啲有通風系統嘅設備嘅。咁03年嗰個時間咧，又同樣都係咁撞啊，都係春天嗰時間咧，就我路上又發現有呢個禽流感啦。咁但係咧，就只係嗰2間未改嘅屋有事，而側邊有2間屋改咗咧，嗰啲雞就冇。咁所以呢個證實咗嚟講咧，空氣流通環境係好重要。嗱，一般我哋雞亦都經歷咗幾百萬年嘅所謂演變咧，其實佢本身嘅身體個免疫能力咧都好強嘅，能夠抵到好多唔同疾病嘅，除非真係環境令到佢抵抗力減弱咧，同埋受到大量嘅病毒嘅感染咧，咁先會死亡或者係致病嘅。所以咧之前嚟講，我就一直有受呢種病嘅困擾咁但係自從我改咗啲屋舍之後呢種疾病唔係冇咗，但係就唔會引致好大嘅所謂後遺症啦只能夠養到好嘅雞。所以我喺度強調嚟講咧，藥物好疫苗好，只不過一個輔助嘅作用。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身體嘅免疫能力唔會受到外來嘅干擾或者減弱，咁咧就其實已經可以能夠好有效啲能夠對抗啲疾病嘅。